啊，他即嘛是安怎？一个拼一个搁大地，即嘛是拢好验，甲芒果拢无要用，哈哈。当是啥要插伊啦？无代无志啊，将个菜号气互走，害阮安逐个去外口找几步的。上是惊啊！这代志嘛，免讲我由我一个人掠对无？迄男是伫高边啊，菜互因啊，因会拍无去，对无？我袂插遐济啦。我来讲哦，今仔日若是找无菜号啊吼，我嘛要看到你啦。兄弟，你要走倒啦？佫出来外口甲找看卖啊。先哥，啊，但伊若会讲无爱看到我是目睭青眉梢，迄阿豪阿大也毋是你囡仔，家己嘛会晓照顾家己啊，对无？你讲对无对？无对啦，要毋过阿豪伫咱百姓内底，算讲人缘介好，是咱百姓内底开心果呢。等伊一声安尼走去也无看迄人啊，大家敢袂烦恼呢？哦，当然啦，当然烦恼啦。先哥，是讲是第一代志吼，要来拜托你啦。代志要拜托我。那先哥，为啥来了？阿伯啊，你有带我来这个山洞啦？我想。我知影啦，你是想要甲我约会是？我讲拜啊，咱都捌了久啊吼，我知影你心肝内吼拢真介意我啦。也毋过吼，我是甲你当做敢若兄弟共款的情分尔，所以讲，恐惊会互你失望。哎呦喂啊！讲真个生哥，我有影真失望啦。你哪会安尼黑白想啦？无啦，我毋是要甲你约会啦。我也是讲吼，要来介绍一个人，互你熟悉啦。啥物人？我来叫者。好花姑娘啊，即摆无人你会用出来。伊啦。好花参见先哥。伊啥物人？谁毋知？我知。哦。你女朋友？拜托，我就一卡落你拜，莫互我双脚拜好无？我无食好啦，谁毋知我朋友的徒弟啦，我朋友都爱做生意无闲，通搁照顾伊啦，所以讲叫来我身躯边要照顾。你就知影我的个性，我一天敢毋拢咧分忧四海对无？我哪有时间通去照顾伊啦？所以讲吼，我拜托你啦，你甲收留起你的身躯边好无？好无啦？你甲收留起身躯边，拜托的啦。好啦，甲爸下咧讲的吼，无问题啦。我就知影你这个人心肝真好，多谢。是讲还有一件代志要拜托你。什么代志？谁毋知影吼？伊即摆当伫咧修行啦。但是功力还佫真浅，我想讲你甲收留起身躯边吼，你甲帮助者，互伊安尼成为一个先祖来度化伊，莫互伊安尼成为一个精啦，好无？爸，你嘛较拜托的，我无即个本事啦。你算起来是好成果啊！即个花蕊拢是你管的，你上内行啊！伊是一个好花精，所以你来甲超度伊，来甲度化伊，我相信哦，伊真久就会变一个先祖啦。伊若变一个精，嘛安尼嘛毋好啊，好无？拜托的啦。对哦。先哥，拜托的啦，你一定爱甲我斗相共，以后吼你若讲啥，我一定拢愿意去做啦。先哥，拜托啦吼。嘿啦，拜托的啦。好啦，等着你安尼讲哦，我嘛歹势拒绝，看伊也袂歹啦，我答应你啦。多谢先哥。千万都唔通答应。边个？我先讲，你若是答应伊，你绝对会后悔。伫隔壁啊，你唔通讲黑白讲哦。毋是我伫咧黑白讲，是你咧黑白讲。你搁真敖怎？怎讲？伊就是你一个朋友的徒弟。伊明明就是一个妖怪。你度一个妖怪，生生是违反天条，你知唔？你莫误会啦，我毋是妖怪啦。哎呦，边个啊？你即摆是咧讲啥？我哪会拢听甲无啥啦？你若毋相信讲伊是一个妖怪，我即摆现甲拍话现出原形，你就知影讲伊是毋是妖怪。小弟，伫隔壁啊，你唔通黑白出手哦。我甲你讲，你最好是较闪的哦。你若是毋较闪的哦，等下我出奖若拍去了后，受伤我是无负责任哦。
来呀，做你来呀，你唔闪，无闪的。哼！哎，唔通啊！唔紧走，我徛遐，唔紧走啦！哎呀！哎呀！放啦！放啦！哎呀，这叫我拢回去啊啦！喂啊！哇！你这个人，你行路嘛小看，啊，杀落迄个浪影。哎呦，歹势死你啦我，都无注意。公主啊！姑娘是你哦，啊，你是为着什么代志安尼啊走到遐尼青狂啦？对啦，公主，有人要甲我抬啦，你紧甲我救啦！什么？有人要甲你抬？什么人遐尼好大胆？你免惊，有我韩相主一只，我会甲你保护，你做你先走。多谢公主。哦，是什么人遮尼好大胆要来对付这个姑娘？哦，我哎，安那恁啊？无啊，相主啊，你即摆是咧比什么架势？你是要甲谁请拼啦？无啦，啊，就拄啊有一位姑娘讲有人要杀伊，啊，我是讲歹人啊，我摆迄个好的架势，准备要拍歹人啊。上囝，歹人哦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猪哥兵，甲台死。边个是歹人？仙姑啊，但即马这是什么情形？我咱拢无啥啦。不，你莫问我，我家己嘛有啥啥。安尼？莫问我。韩上主，我问你，你讲拄则有一个查某囡仔对遮走过，啊，这个查某囡仔你是捌伊心？捌，毋是讲足捌的，见过2摆面啦。啊，就顶一次我含彩虹啊，伫咧即个所在安尼佚佗，啊，就拄着迄个姑娘。哇！伊当作阮2个是这欢喜的，佮叫阮表演，哇，出手大方呢，送阮一个元宝。啊，你敢看袂出来讲，迄个查某囡仔就是妖怪？啊，妖怪？bingo 啊，哪有可能？我看是你目睭花。对啦，食老你无认老，迄个猪哥兵啊，迄真正人老目睭花啦，啊人愈老目睭愈花，爱挂迄个呢，号做老花眼镜啦。歹势吼，借问咧吼，好你问是你食老目睭花，还是我咧花？当然是你啊！你吼毋若目睭花，参心肝你嘛花，头壳个头脑嘛拢花，你过身躯吼，已经拢上入花啊啦！意思我花啥吼？你哦，你神经病啊！你笑我的，不爱插你。我嘛袂瘾插你，插到你这样笑。我甲恁两个讲，我有办法通证明讲拄则走过迄查某囡仔都是妖怪。好花池中的妖怪速速现身，也若无食，我就对你无客气。那当兵啊是有问题啊无？啊，家己坐咧举一支剑啊，伫遐人伫遐咧比，敢发烧？我嘛感觉奇怪哦，bingo即阵啊安尼反常呢。莫吵啦，即摆看伊咧创啥？哈！妖怪速速现身，也若无食，我就将池中的好花一蕊一蕊稳稳啊，甲伊摔到伊嘴咸咸。仙王，请手下留情啊！你甲看，真是有妖怪。嘿啊，姑娘啊，你就是住伫咧即个荷花池内底啊！啊，无怪，我进前伫咧花园内底拢拄着你啊！胡仙姑，这个妖怪是发现伫你的厝内面，由你家己去处理。原来哦，你是迄个好花精哈！佮骗我讲是啥物？你托我朋友的徒弟，佮叫我着爱甲你收留哦。你哦，仙姑，请你莫生气啦。是的啦，我无应该甲你欺骗。啊，毋过自从我成正以来，我从来都毋捌害过人。我因什么伊吼，想要成为一个仙子啦。啊，毋过我阁毋敢甲你讲。啊，自从当着李云讲了后，伊想要甲我斗相共，毋才会想即个办法来甲你欺骗。阮真正毋是故意的啦，请你原谅我啦。对，迄天就是我拄着的时阵，拄好要甲收拾的时阵，即个摆会出手甲救。想袂到看伊阁本性遮尔善良。我即世人哦，上气人甲我骗啦！
啊，就既然搁落咧讲啊，啊嘛看你敢若人嘛袂歹，心肝善良。好啦，会当了你免死，起来。真是哦，多谢仙姑。要莫我咧讲哦，为着你，互阮大家拢安尼起冲突，我吼若无甲你处罚一下，是对大家无法度交代，所以我甲你关起来。行，跟我来。行。哎呦，要紧无啦？好啊，你搁失败啊！你竟然敢要吐！哎呦，英哥！哎呦，水，真正有水啦！好仙姑呢，本人生都水，阁有度量。伊将这个莲花仙子甲关起来，要慢慢甲度化。哪知影讲这个李托怪，这个莽夫吼，也无分头无分尾，拢毋知影半项，啊，就只把将这个莲花仙子甲救走。啊，这是啥物啊发展呢？明仔载阁看咧，你就知啊。